如果你忽略这段话，可能只是几年后，你的双眼会慢慢模糊，文字跳舞，影像模糊不清，有一天你会面对黑暗，连亲人的脸也看不清楚了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和开启小铃铛来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根据台湾眼科医学会的统计，台湾40岁以上成人黄斑部病变发生率高达8%，白内障更是达到70%以上，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面临视力衰退的威胁。但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数字还在持续攀升。现代医学告诉我们，这是老化造成的不可逆损伤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结论可能完全错误呢？如果视力衰退不是因为年龄，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懂得如何照顾眼睛呢？中医古籍《黄帝内经》早就告诉我们，目者心之窗，肝之外后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反映的是肝脏的健康状态。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个震撼的真相，你的眼睛模糊，可能根本不是眼睛出了问题，而是你的肝脏在向你求救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种简单的方法，不需要昂贵的手术，不需要终身戴眼镜，只需要每天花10分钟就能让你的视力重新清晰，你会怎么做？今天我要分享给你一个被现代人遗忘，却被古代医家视为珍宝的秘密。这个秘密曾经拯救了无数双即将失明的眼睛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，肝受血而能视，肾受精而能听，肝脏有充足的血液，眼睛才能看得清楚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5000年来中医智慧的结晶。请你耐心听完，因为如果你错过了，你可能会错失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。你知道吗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摧毁我们的眼睛。想想你的一天，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看手机，通勤路上在做什么？滑手机，上班8小时对住什么？电脑荧幕，下班回家又对住什么？电视 iPad 继续滑手机。你的眼睛从早到晚没有1秒钟真正的休息。这样的生活，你觉得你的眼睛能撑多久？更可怕的是，我们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，生活便利，但实际上我们正在慢性谋杀自己的视力。蓝光持续刺激，近距离用眼熬夜追剧，每一个看似无害的习惯都像刀子一样在割伤你的眼睛。统计显示，台湾近视率高居世界第1，成人近视率超过85%。这不是基因问题，这是生活方式的问题。我们的祖先在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，80、90岁还能穿针引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顺应自然，懂得养肝明目的道理。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眼睛模糊并不是眼睛坏了，而是肝血虚弱，肝火上炎造成的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，肝开窍于目，肝脏的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眼睛的明亮程度。当你的肝脏因为熬夜、压力、饮食不当而受损时，最先反映出来的就是视力问题。西医看到视力下降，会建议你配眼镜，做雷射手术，甚至植入人工水晶体。但这些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就像房子漏水了，你只是在地上放水桶积水，而不去修补屋顶的洞。中医的方法不同，我们要找到漏水的源头肝脏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真相是，你不是眼睛坏了，而是你让你的肝脏太疲惫了。当我们重新滋养肝脏，提供充足的肝血，眼睛自然就会重新明亮起来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身体自然的修复能力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可能会颠覆你对视力问题的所有认知。林阿嬷72岁，住在台中。去年他被台中荣总的眼科医师宣判了死刑，是神经萎缩，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准备申请身心障碍手册吧。听到这句话，林阿嬷的女儿当场哭了出来。一个原本能够自理生活的老人，即将面对完全的黑暗，这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晴天霹雳。绝望中，女儿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带着林阿嬷找到了陈勇和老中医。陈医师是我的老师，
行医50年，专精于肝肾调养。当林阿嬷坐在诊间时，他已经几乎看不见陈医师的脸，只能透过声音辨认方向。陈医师细心地为林阿嬷把脉，发现她的舌头红而少苔，脉象弦细，这在中医诊断上清楚指向肝阴虚，肝火上炎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肝脏的阴血不足，虚火上升，影响了眼睛的营养供应。陈医师开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处方，决明子茶，每天3次，配合杞菊地黄丸。林阿嬷的女儿半信半疑，就这样，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陈医师微笑着说，中医不是魔法，但我们相信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我们只是帮助他找回平衡。奇迹在3个月后发生了，林阿嬷不仅能够自己穿针线，还能读报纸，走路不再需要人搀扶。回诊时，连西医都惊呆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视神经怎么可能重新恢复？但是对中医来说，这并不意外。当肝血充足，肝火平息，眼睛自然就能重新获得滋养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修复能力。我们只是用对了方法，让身体回到了它应有的平衡状态。现在让我告诉你这个拯救林阿嬷视力的神奇种子的秘密——决明子。这颗被《本草纲目》赞誉为天赐明目之宝的小小种子，决明子学名 Cassia seed， 在中医典籍中被称为草决明。它的名字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它的功效。决明意思是决定光明，能够决定眼睛是否明亮的神奇种子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详细记载了决明子的5大神奇功效。第一，清肝火，它像消防员一样，能够迅速扑灭肝脏中的虚火。第二，明目，直接改善眼睛模糊、浅色、眼花的症状。第三，润肠通便，排出体内毒素，让眼睛更加明亮。第四，平降血压，稳定血压，保护眼底血管。第五，降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，维持眼部血液循环。想象决明子就像你身体里的特种部队，当肝火燃烧时，它是灭火专家；当毒素堆积时，它是清洁工人；当血管阻塞时，它是疏通专家；当眼睛缺乏营养时，它是运输队长。这一颗小小的种子，承载了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完美平衡力量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了古人的智慧。决明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前驱物、芦荟大黄素、橙黄决明素等活性成分，这些成分能够保护视网膜细胞，改善眼部微循环，减少自由基对眼睛的伤害，促进泪液分泌，缓解眼部疲劳。古人说得对，天人合一，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最好的药物，只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遗忘了这些宝藏。决明子不是药，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，是天地间的精华凝聚而成的明目之珠。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必须告诉你，决明子必须炒制后才能使用。生的决明子性质寒凉，直接泡茶容易引起腹泻。古法炒制的决明子性质变得温和，既保留了明目的功效，又不会伤害脾胃。这就是中医炮制的智慧，一个小小的工艺改变，却能让药效更加温和有效。如何正确使用决明子呢？很简单，取炒制决明子10克，用沸水冲泡，盖住焖5分钟，每天饮用2到3次。如果你是热性体质，容易上火，可以泡得浓一些；如果你是寒性体质，平时怕冷，可以加入2到3颗红枣一起泡，既能明目又能温养脾胃。但是决明子的威力还不止于此，当它与其他天然草药结合时，就能发挥出更加惊人的协同效应。今天我要分享给你5个经典配方，每一个都是古代医家临床验证的精华。第一个配方，决明子配枸杞子，这是补肝肾、明目的黄金组合。决明子清肝火，枸杞子补肝血，一清一补，阴阳平衡，特别适合长期用眼过度、眼睛浅色的上班族。每天10克决明子配10克枸杞子，泡茶饮用，坚持1个月，你会发现眼睛明显湿润有神。第二个配方，决明子配菊花，这是清热明目的经典搭配。
菊花青头目、决明子泻肝火，两者结合对于眼睛红肿、迎风流泪、怕光等症状特别有效。夏天使用这个配方，既能明目又能消暑，一举两得。第3个配方，决明子配陈皮和山楂。这个配方不仅能明目，还能减脂消胖。现代人眼袋浮肿、眼周脂肪堆积，往往与湿浊内停有关。决明子通便泻浊，陈皮理气化痰，山楂消食化积，三者配合能够消除眼周浮肿，让眼睛更加有神。第4个配方，决明子配红枣。这是为体质虚弱人群特别设计的温和配方。决明子虽好，但性质偏凉，加入红枣既能补益气血，又能调和药性，让虚弱的人也能安心使用，特别适合老年人和体质较弱的女性。第5个配方，决明子配绿茶。这是现代办公室一族的辅音。绿茶含有丰富的茶多酚，具有抗氧化、抗辐射的作用。决明子明目降火，两者结合能够有效对抗电脑辐射对眼睛的伤害。每天一杯，让你在数位时代也能拥有明亮的眼睛。从中医理论来看，这些配方体现了一清一补的治疗原则。决明子主要负责清肝火、清湿浊、清毒素，其他药材负责补肝血、补肾精、补气血。这样的搭配既不会过于寒凉伤害脾胃，也不会过于温热助长肝火，达到了完美的平衡。相比于西医的综合维生素，中医的草药配方更符合顺天合人的理念。我们不是简单的补充营养素，而是调和人体的整体平衡，让身体自然的恢复健康状态。有趣的是，在台北的传统市场里，决明子配菊花的组合经常被打包好出售。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搭配的好处，每天当作茶水饮用。这种民间智慧的传承，正是中医文化延续至今的见证。但是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，如果你只是喝决明子茶，却依然熬夜到深夜，依然整天盯着手机荧幕，依然暴饮暴食，那么再好的药材也救不了你的眼睛。这就像一边拼命挖洞，一边努力填土，永远不可能把坑填平。你的生活方式正在以比任何药物更快的速度摧毁你的视力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眼睛杀手。深夜11点以后仍然不睡觉，这是在直接伤害你的肝脏。中医认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修复的黄金时间，这个时候如果不休息，肝血得不到补充，眼睛自然就会失去滋养。长时间盯着荧幕不眨眼，这是在让你的眼睛渴死。正常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，但是盯着荧幕时，眨眼频率会降到每分钟5次以下，泪液蒸发加快，眼睛越来越浅色。过量摄取油炸食品、甜食、辛辣食物，这些都会加重肝火，让眼睛更加充血肿胀。而过浓的咖啡更是火上浇油，让你的肝火越烧越旺。你以为你在拼事业，实际上你在拼命。你的眼睛正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，前色、疼痛、模糊、流泪，这些都不是小问题，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想要真正拯救你的眼睛，必须从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开始。首先，晚上11点前必须上床睡觉，让肝脏有充足的时间修复和再生。这不是建议，这是救命的要求。每天抽出10分钟进行闭目养神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轻闭双眼，用手掌轻捂眼部，让眼睛在完全黑暗中休息。同时缓慢深呼吸，想象清凉的气息滋润着你的眼睛。学会正确的眼球运动，每工作1小时就做眼球转动运动，顺时针转动10次，逆时针转动10次，然后远眺窗外最远的地方30秒。这能有效缓解眼部肌肉紧张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情愉快。黄帝内经说，肝主疏泄，喜调达而未郁，肝脏喜欢舒畅通达的情绪，讨厌忧郁烦躁的状态。散步、养花、听音乐、与朋友聊天，任何能让你心情愉快的活动，都是在养护你的肝脏和眼睛。我有一个学生小杨，是典型的办公室族，每天对着电脑10小时以上，经常头痛、眼睛发红。
在改变作息时间，每天准时11点睡觉后，配合决明子茶调理，仅仅1个月时间，他发现眼睛明显清亮了许多，头痛的症状也完全消失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深刻的医学哲理：眼睛模糊并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，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忘记了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不要等到医生告诉你视力不可逆转的时候才后悔，不要等到连爱人的脸都看不清楚的时候才想起保养。你的眼睛现在就需要你的关爱和呵护。古人说，眼是肝之窍，养肝则明，养心则安。这句话包含了整个中医养生的精髓。当我们的肝脏健康，我们的眼睛自然明亮；当我们的心境平和，我们的肝脏自然舒畅。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。每天只需要30分钟，10分钟泡一壶决明子茶，10分钟静心闭目养神，10分钟提早上床睡觉。就是这么简单的改变，就能为你的眼睛重新点亮光明的希望。这不仅仅是在保护视力，更是在传承5000年中医文化的智慧，是在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当你端起那杯温热的决明子茶时，你喝下的不只是草药，而是古代医家的慈悲心怀，是大自然的恩赐，是对生命的珍重。现在就行动吧！今天晚上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炒制一把决明子，泡一壶茶。这不仅仅是一杯茶，这是你为全家人播下光明的种子，是你对亲人最深的爱与关怀。让我们一起用古人的智慧，在现代生活中重新找回那份明亮与清晰，让每一双眼睛都能继续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。